收看《Go Go 讲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看到我被五花大绑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要带大家体验 VR， 就是虚拟实境。它主要就是靠电脑来操作，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受。那我待会打怪呢，可能会叫得很大声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喽。Go！ 戴上鞋套，绑上安全带，再戴上 VR 目镜。靠着身上的感应器，玩家可以在圆盘上进行长距离移动，咋走的走，跟在电视机前面，高天通摸恐龙。VR 虚拟实境真的非常有趣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电脑，电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请到我们玩家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，电脑，电脑，学起来了吗？利用电脑模拟，产生了一个模拟世界。绑上感应器，民众就会像空中飞人一样，飞来飞去，跟以前拿着遥控器高天通摸恐龙 VR 可以感受到危机四伏。玩家说，这真的很有临场感。那你自己体验那个 VR，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很像蛮真实的，然后身临其境，然后又在室内，所以真的蛮有趣的。我刚刚看你跑得很努力耶，这还蛮好玩的。你刚刚打了几只怪？都打到，这么厉害？真的蛮真实的，蛮好玩的。电脑越厉害，不但可以结合新科技，连赛车的游戏也都可以让民众有全新的体验。戴上 VR 目镜，会觉得真的很像在大雨当中，或者是在雪地里头赛车。VR 虚拟实境结合电脑、人工智慧、红外线感应，打造新科技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一起实际体验这个 VR， 非常的刺激哦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呢，就是电脑，电脑。第二个词呢，就是玩电动，搞电通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电脑越来越厉害，电脑越来越厉害，电脑越来越厉害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多多练习喽！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